疫情稳定，渐渐当去英国生活，也那疫情期间真侪劳工该点出去上班，到底是好也是歹呢？劳动部最近有发布一份研究，调查店厝内面上班对劳工健康影响。发现讲介意点出去上班的人只有15%，特别是职业妇女因上无介意点出去上班，等到去到公司上班比较较自由。 进前疫情期间，真侪公司为着避免接触，安排员工踮厝上班。时薪开会这款画面是真sự常。即阵疫情转好，渐渐恢复应过生活。劳动部有做一份调查，翻头来问劳工，敢有介意踮厝来上班？结果显示，介意踮厝上班做事的人，敢若一成高尔。我们自己出来问大家的意见，发现大概只有15.6%左右喜欢，觉得啊，就是你出办公就好诶，就棒安尼。啊，要唔讲我们发现讲40%左右的员工是感觉讲，如果真的要居家也嘛会使啦，要不讲就是当成辅助。劳动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去年4月到12月有做一份疫情时期踮厝办公的研究报告，发现有4成的人较爱踮办公室上班，尤其是女性踮厝来上班的心理压力比男性较大，尤其是40岁到59岁之间，有甲厝内人带做伙，也是需要顾囡仔的情形，有家庭冲突的嘛较侪。 妈妈在家还要照顾小孩，又要做家事，然后又要上班，其实就事情很多啊。不过嘛，有民众较介意踮厝上班，认为困眠时间、生活形态拢通家己调整。我的感觉是远距办公较自由啊，会当伫咧厝内底做家己的代志啊，顺煞分配家己的时间。我是感觉不哩介意啊。 劳安所表示，踮厝上班，劳工的心理健康、困眠、食食敢有正常，上班的环境安怎，嘛需要关心。会做这份报告，主要就是要预防未来若准讲佫需要改做踮厝内办公，政府就通参考这份报告，提出建议甲政策。记者梁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